宜兰县府正储备推动 T-Pass 通勤月票2300块，包含着国道客运甲上北公共运输的方案。所以因为上北的系统设定费用爱2亿，无法度负担，就安尼卡掉咧。即马宜兰县府是搁提出2个方案，有过这个月就会当送到中央来审查。 宜兰的民众旅客坐国道客运要去台北，因过即马用通勤月票爱摕2张，包括宜兰的清北国道客运、甲双北青地的捷运公车甲U8个月票卡，亦也包括2种在内2300月票卡，到即马一个卡关。在这件事情上面，我只希望说了，就是宜快不宜迟啊。 地方希望2300月票会当赶紧实施，才符合民众的期待。案件卡掉是因为公路局审查委员认为，台北公共运输旅客机的系统设定费爱2亿，所以这个服务4000多人，无符合效益，希望提较有效益的方案。 以悠游卡提出方案，因为它必须要每个月1号到月底，对民众使用上比较没办法那么弹性。那而且它要下一个月的16号以后才会回补金额。对，县府提2300新方案，包括用月票方式来买，验过就系计长估计10个才能领到政府补助的车资。民众只要有清北加青地2张月票卡，就能补助700块，等于是2300代替方案。 因故民代认为，既然中央未补助2亿的系统设定费，这700就要中央出。对不？是不是讲这个补贴这个嘞？应该是这样了，朝着这个方向。那算一算，如果再补进去，然后民众变成多补1成，那就会变成说全国只有宜兰这个民众就是他只要负担1成就好。我觉得可能在公平性跟使用者付费上面也有一些问题。 公路局认为，若这700拢由中央来出，等于全国这个宜兰的民众得到较侪补助，无符合公平性，也无符合补助的规定，会继续甲地方政府讨论，希望赶紧有共识。县府表示，新的2300月票方案，按算这个月就会报中央审查，希望会让赶紧通过实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